Everything is delicious. Who's coming home to cook? Hi everyone, my name is Volter. Hello, I am E. Hi, welcome to our show. 有伴，也快许是讲 And thank you everybody. 我要讲出来。按到英文仔啦。英文呢讲，因为啊吃到客家菜，按到西扒人啊吃到做的行商过 international。哎呦，国际化。真嘅，你现在是我的翻译师。哦，系啊，国际化，国际化讲到世界，你知道世界最大的城市係哪個？哎呦 ，New York。哎呦，講我愛聽呢個嘛。還蠻去講。係咩冇？唔講係亂講。New York，紐約，應該係講泰加地嘅係世界最大的城市，一定有當多好些東西啲隔壁。當然啦。唔是去，隔壁看我請。紐約，大條紐約最厲害的主廚來，我攏講，辦到 M 考嚟主本身，來國家咯，做得嘛？好來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our international chef, Chris。大翻陳，來，哎呦，大家會太鬧嗎？唔係哈，嚟做件無槍主廚呢，唔懂槍。刺青師傅，拍電影嘅啊，打喪屍嘅，真嘅哦，係先好，冇行嘅，那邊係講嘢啊，富橋，誒，新富橋，富橋，火車條嘅，哎呀，當後生嚟叫咩啊？36。啊，36歲。真嘅當後生呢？吼，你一開始去做料理哦？一開始來烏卡，來。爸爸媽媽買麵呢？買麵係啊，哦，我本來來這啦，唔開，他像唱歌個走音的感覺。美式客家話。美式客賣麵哦，哦，木卡賣麵，做事咧。細時間是都該切菜啊，洗東西啊，啊，太時間就凍河搞做料理嘛個。啊，看到人家資料，比賽比到動到嘛吼，動強哦，得動到獎。唔講個卡麥麵，你也做算西式的料理，唔過又對客家的精神哦，應該我蠻講，非常的在乎，很喜歡。今日大陸的菜，乃餐廳嘛有，啊，撈去加一點客家的東西啲袂到。客家米絲嘅串燙嘅菜，係冇？實哈，來，第一套做嘛？低溫鴨胸沙拉佐客家雞醬。等下，低溫鴨胸客家雞醬，然後鴨胸來食過，差唔多都可以溫梅子啊，它多吼，你用雞醬，那就當上喺底下樣板做了，開始做。好，冇問題。哈，那你倆鴨胸係低溫過嘅。乜家人都低溫啊？低溫倆係下法式嘅手法，你下用隻機器啊，去做啲控制佢嘅溫度、撈時間，本佢熟成，係本佢熟成，按肉唔係肉，汁唔係多。哦，因為睇下啲講鴨胸吼，鴨肉黑色，樣板煮做唔得煮久，如果煮湯鐵生咩做唔得食。哦，低溫的烹煮法算係下新下厲害嘅方法。哦，來看一下吼。你鴨用湯哪位嘅鴨嘅？係宜蘭嘅櫻桃鴨。櫻桃唔會太浮誇嗎？當有名嘅。當有名啊！因為談到櫻桃鴨，櫻桃鴨真係當時，因為好食的食材一定要煮得當好，這樣才不會覺得浪費哈。好，櫻桃鴨，大文哈，成種嘛開始。嚟你哋啊，煎你啊，鴨胸，啲味道當到油。所以呢，你批到去冰下去，佢油會出來。你出嚟特別講嘅哦，你最新嘅、最健康嘅方法，就用食材來戒油。係，用容易去加油。皮嘅麵，好，皮嘅麵先下去。跟油成煎糕嘛，該冇？嚟冰
胡椒粉让该有该西班牙红椒粉。哦，嘿，那个先练过安尼。哦，来，细火烧，莫同大火。他们讲要出国难的吼。中大火该皮啊，袂保守。唔好看，该油啊唔会下掉出来。佢暗肉刚刚看到一格一格，要先切高一日本来出来。该菱格纹，该油下好掉出来。菱格纹，妈妈拢讲菱格纹，你食材当不会懂厉害，你时装上面没懂厉害哦，菱格纹是不会退流行的。哇，今年你油动动呢，白出来嘞。全冇用油，伊啊全油全出来嘞。佢哋啊剪的时间来的来磨俩生菜。哦。一天要变水哈，嘿，给西生菜哈，嘿，美生菜，美生菜哈，炒一下，已经看一下个暗肉哦，煮半年好食，看到因好食，东方鱼，那里嘛都有成就。给大家看看是。大哥，那个变面，变面哦，哇，很强哦。哦，不过剪了正经要有技巧哈，因为时间冇足好，技术会出过来。你我们看那樱桃鸭差唔多好诶。那你就看改日用偏你了，来，哦，要低温料还帮全熟，要用一下，佢烧了就地袂煮呢。你用甜锅的意思就是讲。我们用那个蒸汽，用气闭烤一下，你个暗肉一盆，用气烤一下，底部都当有熟哈。就系细细火啦，去腌用烤箱嘛做得。你就猜出一般市场能买得到嘛哈？对啊。所以呢，生菜啦，黑旗嘎，其实喜欢吃什么生菜也是可以自己。加苹果嘛做得，加tomato嘛做得。所以只看咸一般的生菜沙拉的食材。来拢讲有常识哦，不用买来买以后梨耶，有吃过梨耶，梨子，哈色哈。这样变我变水了，煎米海。对。糖一切出来动好气耶。某文化切出来要提升糖那个节奏感，切出来有节奏感，它节奏感它的频率是非常一定的，所以鼓手来跟他讲，一定要创口呀。你有没有想到你爱低温的鸭肉，用你爱几种？因为啊，该鸭胸，还有点酸的种，含袂含油，该是迄轮袂下咸，还爽口。哦，就系莫本伊个味道太油腻。跟你要橄榄油的哦，加无按都有。因为该幼儿年食这种。下咸下酸点啦，还落去咸酸，不用点橄榄油，因为下调和。你调和一下，唔是糖果用橄榄油去调和的吼，因当都系用调油。你啊，这种系较酸的也较辣的。酸的。酸的吼。好。好，差不多要几多的比例有冇？差不多2:1。1:2哈。还有橄榄油1。哇，你看见你爱鸭胸肉啊，卷定，我觉得真的是要靠经验呢。我安判改妞，没讲讲，例如什么，系讲见狗跳有样很老掉，系啊。然后那你正好那一类，啊，用料帮你静置一下。哦。静置更重要。为什么？熟成热胀冷缩。煮好你切，该水全部揪出来。会揪出来，因为可以甜面落。所以用一下，该汁会收起来。我该用金毛本给它流出去。安尼好吃。一般来讲吼，你请安尼樱桃鸭安尼肉质吼，一般来讲啦，因为你啊太东人爹做嘛，用蛮透，用妈妈讲用蛮透暗肉较好。产销履历耶。
哦，超，是款该产销履历的东西，还有保障，又该 QR code 嘛，又名字该，身份验证又身份该，卖是东安心的，你做这个看到地摆度，那边学的，那边吃的，给他生产履历，你还好方法咯。有的人老人家吼就想讲爱按麻烦，不过有常识的真人当方便，特别是食安问题的懂非常重视的时候哈。哎，你要出来怎么研究？差不多了好嘞。好，我拍来分装嘛。等那一张。哦，来，我的对，拍的哈。是冯跳先讲，你系用啊嘛，做得用cái烤箱仪配机，係講用烤箱儀配機，你嘅溫度係足幾多？差不多200嘅溫度，係預熱嗎？對。啊，會配機燒。因為你該低溫過嘅哈，該50度燒，差不多5分鐘到10分鐘。可你不開烤箱是上火下火，冇強弱。哦，就係溫度又平均的話，就5到10分鐘，按樣子做的。可你有是下上掉，因為唔該下上。係啊。所以按用来处理，用烤箱就是在时间的，那用煎呢就会看师傅的经验。看你有时候，因为你压肉去含干。嘿，因为咁按用嘅梅汤。牛肉熟的。系啊。咁奇怪吼。嘿。冇习惯。你要拿起来嘛？好。挨细细时间，我朋友讲，有常时吼，佢菜哦莫当当一切。用水去炒也好入味，哈，你知道哦。不管那高丽菜啊，对，因为它的纤维给你这样子不一样的方法，对啊，的拉扯，所以它的那个会入味到纤维里面。哦，拎上去，拎到台地度，哦，这个翻呐哈。应该把都系自家用来沾那个酱来食。哦，我都学到诶，这种安尼做。其实咩懂天孔的沙拉酱哦，某泰嘎讲一般的那个泰嘎宽多那个叫什么千岛酱，跟全部用了。地位都水强多的，加点。哦，个加点，还是下好是下蒜梅头下葱嘅，其中就一个下豆掉嘅。东南的人都咧係咪講客家話？當然咯，人身邊的好朋友係咪講？我春你係幾多嘅做得嘛？也係要炒。先攞去冰一下。哦，冰靜置。你看看我有多急。你一小黑啊？真勁呢，你都要不記得咧吼。你講啱咩小黑呢？好。先冰落去。壓箱是派順條的。你懂厲害呢。其實呢，你還有懂到器材沒懂，還講因為時間啦哈，還講沙拉用色。你有個機器像脫水機，拖一拖哈，它冇按到水。好，差不多呢。好。做事改全安用吼，擺盤很重要。我知道你攏係印象中的某強樣啊，剛看到你的時間，我知道，我以為他是那種很大氣大，沒有，你看佢做是懂細心，很細心。差不多咧，表一下，表一下哈。糖嘅上出底嘅未吼？係啊，佢做得切下。切一下。係，差不多熟。啲切嘅時間皮也係向下吼。係。哇，很厲害哦！我講，你看切好啊，冇容易講，我以為是牛排誒。係咪當像牛排？哇，兩隻飛霜改醬。凍到切。嘿。他講切它應該躺到蓋上，我已經感覺到那個皮的脆脆的感覺了。切感覺哈。爸爸媽媽也是在的嘛？爸爸，跟媽媽有識講嗎？有。哎呦，
它也是铁砂掌机。对，应该就想说给熟你们弄烧哦。哇，该牛肉的真的很像牛肉，差点讲成牛肉。啊，两个调酱嘞啦，盘的是嘞。好，来测一下啊。不卡做咧饼啊，教球点，我很少。饼啊球点好，来，调起来，龙太家讲。好，亚头菜很多嘛该。低温鸭胸沙拉佐客加鸡酱。给老师啦。毛姜油哦，多了都毛姜油哦，它毛姜油香哦，囤黑不难囤哦，囤到米贵一哇！越腌动香，马上要考验我们的默契喽，好不？你要给我什么样的感觉？拿出来冲埋头了 ，1 2 3 go。期待着一个心意很神奇，我这里跳大合之。梅干搭配牛肉到底是什么味道？get 完色了，哎呦，你排色哦。西窗血。正经吼，哎，我家讲正经吼，那唔知唔知道到底係牛。越香哦，油香，真油香。我喜欢那个锅气，给的那个味道有冇哈？英神讲唔家很神色咧，你啊，冻案嘅水風色啦，真緊凍醬，韓國食起來軟軟啲嘅口感非常嘅好，我背嘅鴨皮斜斜要擦擦，香味要帶出來，韓國啊是好厲害唱菜，你嘅結種，解膩，就很香，然後清爽解膩，然後剛剛那個油啊在裡面打滾，有沒有？然後馬上就跟着那個蔬菜一起吞下去。我攏講，媽媽你一定會想講，哎呦，你鴨肉一定懂食，冇，用低溫嘅，冇強柔。那第一擺食東西，很多嘛該條理分明。你食下一就是我食到2條咯，聽1條、第3條、第100條嘅時間，懂清楚。如果講鴨肉食一定要按到油，冇，因為你嘅結漿，啲解膩，發揮到動態功能啊！你有冇？哎呦，很強哦，真嘅很強哦。好食，真嘅好食。然後，冇按一盒嘅食真嘅對不起你，食用嘅，唔係本來乜嘅觀念上嘅衝擊嘛，海島菜嘛。中式西做的料理，中式西做哦，點解講錯嘅喲？有梅乾菜錯冇？冇錯。哎呦，梅乾。那個撈牛肉。梅乾菜配牛肉挑戰羅媽媽咯。個正經嘅菜苗你都冇解？梅乾菜牛小排。梅乾牛小排哦，來試一下。Chris， 你要挑戰我嘅觀念，因為你講到梅乾菜，一定是梅乾扣肉，你媽媽煮飯他剛動好寫的。係啊，你媽媽一定會做。一定。給你弄個梅乾牛小排，乜個意思？生氣有冇？其實你下年食下健康。係啊。該體胖啊，因為是些醬油、老年家咪三高，總得是腸道按朋友，你阿病。冇該牛小排，牛小排，你用會選牛小排，我沒選我可以選厚的菲力啊，或者厚的沙朗啊。因為該牛小排啊，係其他煮合球嘅。哦，是它煮。你菲力煮香球，細細，唔好食。哦。啊，要
做的有点，就是去骨的嘛，牛小排。去骨的。哦，来开始之后，开始。来，哎，你先来切一步，我怎么改？到你啊油去落去。哦，唔好按到油，唔讲加讲食健康嘛。哎，你话不用滴味道，哦，用你啊油去做。用牛油去做，哎，我知道你真嘅动厉害，因为啊，我知道你啊最动厉害嘅厨师其实都会以食物界油。好，一方面省，一方面它健康。嘿，它个嘅味道比较融合。系啊，你特别透过了牛小排嘛。呀，五谷的牛小排，米嘅还香，是爆酥的，又是顶级的哈。好，杀了一条嘅油切好诶，好切好诶，要切成。落去切一块一块。哦，就像你来做梅干扣肉嘅泰式嘛。差不多4点。4点。哎，跟牛肉会熟吗？不哦，不会，没这种特色哦。哦，不然就会变牛肉燥。好，安尼牛油吼，先下一边，用牛的油煸出来。那一张来切，好，辣椒，辣椒诶，我上海是哈辣做得了哦。如果是辣，你是切4点，落去辣椒味道香。好，像用葱诶。葱诶切团也系，最主要系本地有米丝嘛，像安尼啲做梅干扣肉的时间，切一段一段的哈，好，差不多，油出来的时间做得咧，做得拿起来，好，来，好。有啲人啊，上海食牛肉面，咪做用来焖汤。做得，全做得。牛肉。好，加切咧一袋一袋牛肉掉下去。哎，你啊，全冇用油。冇用油哦，多料都冇用油哦，用自家的食材来加油哈。加牛肉干油。哎，成龙啲牛肉底部都系肉汁锁起来。会血水，肌红蛋白。好，哎，你看到主角来咯，很多梅干哦，你睇梅干龙4点。平常时咧，你看到梅干有冇香用嘛？那干呢是该五香梅干。五香哦，还有五香乖乖啊。有腌制过吗？哎，它冇香香哦，正經，它冇香香哦。你洗過嘅嘛？有燙過嘛？冇。就水天天啊，弄晒洗脱啦。用下一炒，我啲梅干吼，你撲出啊鹹菜，已經可以成炒過，咁呢張會出來。佢係要香味係好。佢會是油啊。啊，你看你都懂好吃嘞！对呀，韩国人梅干菜也有梅干菜的汁，然后牛肉又有牛肉的肉汁。碰碰懂哦，碰碰懂哦，真然哦。好，你炒都差唔多，乜解用嘅香味？譬如講，梅干菜撈牛肉香味 mix 啲香下吼，因為你係 international， 哎，有客語，然後 mix 對 mix 哦，有英文 mix。哎，你啊不用調一個，調個，哎，都唔得不用調油。像鹹哦，不是梅干是有鹹的。粽是不用鹽的啦哈。醬油膏，然後是點個顏色啊醬。有一點點甜。韓國料睇如果它那個濃稠度的那個發在上面。你用個三人嚟囤氣有人囤咯，囤到咪鬼氣了。你啊睇個下去最有爽色的哦。係啊。用點水，用點水下，落去翕一下。哦，我知道吼，我想到咧，上拜罗妈妈来的时间，你做梅干扣肉的时间，因为迄猪肉嘛，吼，可能水较多，其他慢，才会落。牛肉迄咩唔是按叫，煮下夾，煮下夾。
给火喏，太火呀，西火。太火。太火。好，太火。太火。开火。已经可以太火哈。啊，差不多几久啊？差不多10分钟左右。10分钟哦。你要动补血。补血。嘿。你看牛肉、铁质弄个补血，还有该红糖。红糖也补血。你啊，炒沙糖嘛该时间啊标。还蛮对，你要做的煮长久，做的长久。拍通做的风通。我们在煮长久的，你讲你要10分钟哦，差不多10分钟。出汗啦啊，结棍哈，10分钟哦，10分钟再来摸这块最有厚实的东西有本事咯，等下再来啊。哇，烈焰动香，唔但请动香哦，我吃到本来批到的一般的梅干菜面毛香哟，跟牛肉米丝全部出来哈，你要不用乜嘅？你要用通下，不用烫，哦。炒沙糖嘛吼，你唔敢讲无强夹标，总得煮长久啊，来烹总得煮长久。哦。也加是2文盘呢。真嘅唔但抢2文饭哦，啥来做嘛？哎，你切个葱花。切葱花了。然后讲，为了证明来家讲的 Chris。你对节奏非常的有感觉，马上考验我们的默契喽。好，你要给我什么样的感觉？拿出来唱麦口喽 ！1、2、3 ，Go！ 期待着一个幸运的人气，我在跳大合之。要免了，好掉，好掉。越来越快了，越来越快了。吕虫在哪里？等，最美啦，吕虫在哪里？不理我。好，你好，差不多嘞。哦，我批到香诶，差不多葱梅嗰度要呢啲葱油上咗啲嘛，上咗啲冇乜嘅，哎同時用開咧，好開咧，好，那用鐵咧，鐵咧係做得，好，做得嘛。哇，按你算起來啊，你用木卡做的梅干扣時間要檢查哦。吼，也50人叫啊，50人叫吼。唔講係等下出來試看人肉要檢查冇。畢竟我剛挑咯懂挑。對啊，價是2文。真勁哦。但是才冻那一熊，给搭配，梅干搭配牛肉到底是什么味道？因为我哋啊批到米西多龙平常时批到梅干扣肉冇同样。嘿，你家从来切到按辛苦那边来味。同蛋糕。对。撒盐两冻流盐。好。做得。做得嘞。弄个散啦，番薯好忙呢。來，本熱掉。好。太家，番薯好嘛？你要食兩套菜，啷麼解？梅干牛小排。結果總番。太敢看，用完太早。还有好太早嘅。你做起来。那发现应该是菜都冻高级耶。那正经董一凡切菜节奏，切出tango的节奏，我就一天跳啊。你完蛋了。有5天有嘛？冇呢，你係介跳。正經有嘛條件冇？強樣我做出來冇？唔是，你會做半件事。哇塞！高一天有媽媽硬妹嘅哈，係冇男朋友。哦，點餐咧？哎呦，我攏講啊，速度細啲，我再做一啲啊，生氣。哎呦，哇！你看啊，某位攝影師幾大呢？
目露凶光。哎，你敢梅头冻用的。我冻好是有筋的部分，羊肉。整根线都冻好，你知嘛？你看看我那个嘶吼声出来，就冻好声。里面啊，那些梅干菜的时间，我姜丝都油的味。你看冇味，因为佢透过梅干菜冻好。要加上来有嚼劲，唔会落，一下就冇上来吞东西。有的话，我们吃梅干菜乱呢，上来赶快吞下去，蹦翻。这个不用，这个要让你它的香梅。可以上一些好玩的嘛，回味无穷。记得那梅干扣肉哦，是迄个某种人来给我感觉，梅干扣肉它会炖很久，所以吃进去嘴巴它就化开。对啊。如果凉妞妞嘞，我们又享受它的嚼劲。韩国呢，师傅你后面加那个糖真的很厉害啊。基本人家表皮的那个有一点焦焦脆脆，所以该进就冻红啊，脆脆的感觉。你更咬就有个越嚼越香，一头牛、2头牛、3头牛，就那种感觉。对，那个肉汁太棒了。我吃的吼，抓出无简单哦，因为很爱有时间啊，基本上吃的话呢，某一天要用梅干扣给上色。牛要色的牛要色的，来吃的吼，我来烤海鲜还蛮色。海鲜做的海鲜，做对了。你又做的。给海鲜要颠覆我一下，阿马该。香煎干贝做明太子板条。香你讲唔错嘛？没错。干贝吗？头前一听超啊，干贝随便就是很好吃。板条呢？板条。它后面应该要接，你再告头前一杯开始。香煎干贝做明太子。意大利面。超好。那你汉年呢？做板条。紧松。然后讲哦，前2道出来很厉害哦，第3道要是没有分就是没有分。没有分，没问题。走得啊，走得。再讲一遍，要煮嘛菜？香煎干贝做明太子板条。来做呀！开始喽，师傅。好，看人板条要用慢做哦。先切洋葱。好，今日先问哦，板条有炒板条嘛？哈，还有煮糖的板条。上来就好是煮糖的，今边的板条是煮枣的啊，是呗？枣的哦。从头先切。那这件东西份切出来节奏感，我摸一跳啊，摸一跳，我只是就是跟你下子一下，我好怕他看我又要跳一个新的舞。要换一首吗？要换个节奏给他。你可以做的切出tango的节奏，来就一听跳啊。好，接下去熊本人。来熊一下。你完蛋了，自己给自己。哎呦呀，3条都要切呀，切油的。甜妹唔系用炒的，用板的。哦，用板呢。板条合夹唔样的。因为板条米做的嘛，它其实有淀粉，嘿，辣香球哦，我面皮，系冇？系。它意大利面还唔酱猪，所以就得用猪肝。同样哦，像凤爪，向下切一下哦。马尔地夫的料理哦，手艺底的黑样板的料理。该下海鲜啊多。海鲜。马尔地夫的那个海鲜的肉质，非常棒，有去过。哎呦，你真正有去过哦？唔讲系去纽约哦。马尔地夫，你去纽约，我去过马尔地夫。你要比好，买这来面趴板煮半条啦哦，切一下，切一条一条的。龙妈妈讲哦，要半条面米粥有上你都要煮嘛，先拿出来。其实之前你用湿面趴包一下，水分它唔会走的哈。我问一下师傅哈，你看到去买嘅干货有这种枣你要种系生食你要呛做得食的。日本料理没做得食。我爱买嘅，譬如讲干货买没做得。煎煎比。该香味和冇强壮，你要会合贴。
哦，还有海梅，系冇？不过你会先到去出灶，等下煎的时阵哈，它唔可以喷水啦哈，唔可以油爆。哦，这边很太杂哦，你刚冇拿去看，帮我拿一下好冇？动态诶。太大看，要不然太杂。还有太早嘅。哎，你做起来。哦，出边找，买转来哈，还那洗嘛。对，出边找，不是哦，不是洗。本机染胡椒粉。来，你来讲停啊就停哦。好，好呀好。好，胡椒粉。黑胡椒。还有面。哦，还有面哈，对哈，跟盐还爱冇？还好。来，落去煸一下。好。好，来开火咧，做咧炒咧。开火。那先炒油，橄榄油，让我为你服务。好。用咱烧水，等下烫来半条的。哦，烫半条的。好，加葱头，切好的煸下去，先煸葱头，别必香，因为葱头有甜。你先调做煸了，我出不来了，我腐。其实他其实很细心哈。做料理会合。原来讲煮食嘅人就会当细心，香港当有耐心。有5天有嘛？冇呢，你也介绍。真给他改啦。真是的。公开征友一下。因虽然结婚，按我现在先嘛做得嘛。哦，冻酱哦。哎呦，看你讲，你冇看你讲，害羞。哎，给他地线上来打奶。人家因为做生意无限啦，冇乜时间，又要去比赛，系冇？有乜条件冇？强样要做出来冇？唔是，乃会做本地食。哇塞！各位朋友，妈妈硬唔可以哈？要打天把来。因為嘅這個打天把來哦。叔婆阿姨啊、阿伯阿叔不下就冇他們介有冇？介紹一下。硬嘅啲啲邊哦。係做本地食咯。係英文當學很多 Chris。啊，你攞去炒香。然後煸個鮮奶油。鮮奶油哈，鮮奶油係有冇鹽咩？冇鹽咩？冇鹽咩哈？加一點點水下。好。稀釋一下哈。辣冇？辣哈。水滾咯，水滾咧，冇太久哈。好。好。其實你嗰個面趴板本來就熟嘅嘛，吼。係熟嘅。所以湯比較少啲嘅。麻煩你哈。好，染到胡椒粉。好，來先幫伊染。不過染係吃嘅標啦吼，唔好較標暗下。胡椒粉。該海鹽啊。嘿。冇暗鹹。冇暗死鹹啦吼。好。好。冇你。唔該。來個 cheese 粉，cheese 粉加落去結合糕點。你看按掉出標哦，代替給勾芡的那個效果哦。我一燙就變到扭扭。變扭扭。來把條做在那裡來。好，你看那一張的量在本線哦。很挑。我去按半夜下燒水就做得咧，哈，唔是按因為滾起來嘅啲唔是。要熟嘅。哦，直接飆落來。係。哇！嚟攏一下，幫忙一下，做得冇？做得。記得咯，你半條吼，莫太你去辣佢吼。好，你要差唔多，
差不多，差不多滚火的。嘿，哦，因为了解明太子啊，从得到去煮过，用拌的。明太子就叻啦。通常你是日本料理的时间有嘛？冇得煮啦，通常都安尼，吼，用拌的煮吼，一点烧气好气，冇特殊。好嘞，好了。哇，全部落去嘞。等下口感会吃到嘴巴啵啵啵。哎呦，竟然干贝呢，可以再个煎系嘛？哎，煎过所以。可能海汉啊，上做嚟带专业木。来烧锅煎一下所以。好，该都得上色。哦，竟然先整起来嘛？不是，呀，半条。好啊，好。跟伊爱啲咧，等下做等师傅整起来，等下给我个做开火的吼，等下再开好来。哦，其實可以有出當好食嘅咧，攏係印象中嘅半條無同樣吼。你客家中式嘅半條出一天咧較油啊，吼，別用炒嘅啊，用炒嘅較無同樣。其實撈意大利麵問題。好，成兩粒吼。差唔多有點燒咗咧。好。因為啊，干貝要做唔得煎咯，燙掉係冇。係，該。我不會燙啊。你剛有講啊，你是做咧上色咧。係。哦。上海冇聽通。冇聽通哦。本佢個麵煎下醬。哦。啊，佢拍拍之後誒。邊開始有拍拍哦。其實聊到煎，有香腸哈。有點香腸。係，除咗本佢冇。你做啲五十全熟誒。五十全熟啊。哇，兩色。哇，很香哦！那发现应该是出来都更高级耶，还有要你一定的那个手腕去抓拿捏时间。哦，做得嘞哈，对嘞。慢慢来让提醒一下哦，干贝这个莫做按熟，莫讲讲，哎呦你按喷哦，色上的唔好，你本来是做的色上的，师傅教的你哈。鲜味到了，好，安尼好味哦。好嘞。海嘛该，两嘛。不用该海苔，增加该海味。你看，米西安吼。好嘞。好嘞哈。嘿。我太敢讲，一下时间就做好两道菜，安怎嘛该？香煎干贝做明太子板条。这个老师。因为干贝摸杯切切香香，底部都嫩嫩，再个加上半条明太子，我根本就是变成半条在海里又在游泳。哇，主厨，应该拢讲 table service， and 最厉害 chef。为美女服务。真劲呢，我出一家人吧。哎。我知道吼，我哋想到一件事情呢，因为啊，你伫客家中最接受出半条对客家人来讲就是一般平民的小吃，主食哦，我冇想到做的按牛去按酱来是加上你半条，我拢讲了半条不得了，东新鲜东齐，那个新鲜有两种，除了东齐，还有那个半条跟他们的搭配是对我们来讲是新鲜感，还有。人家功夫太好了，因为干贝摸杯，切香香，底部都嫩嫩，再个加上比嫩嫩的口感，然后嘛个，然后你平民的美食半条，
甲向下含有乜嘅明太子。哇，我根本就是变成一条板条在海里又在游泳。我只觉得我应该要穿个礼服来。哦，好，真嘅呢。係啊，再來杯白酒。真嘅，大家都講嘅嗬。大家可能係 Chris 哦，三套菜做下來，各樣都顛覆啦。我只有講真嘅呢，就是顛覆，因為對客家人來講，有道菜它就是一個傳統，而你是呢一種傳統，還有一種乜嘅文化。係。不過誒，你有新嘅文化。嗱，就當時係啊，嗱，就當時我們講，知道。客家文化對你嚟講係乜嘅？客家文化傳統，一個傳統。那你客家人是勤儉持家。係哦。不過你係用新嘅手法咯，冇強融嘅料理出來，讓人家比較耳目一新啊。係啊，做菜時間你就看到佢專心、用心、上忙大片嘅精神，就客家人啊。嘿，嘿啊，我因為想到韓國，我剛剛吃到那個板條啊，經驗就是你說的那個明太子，那個 Billy Bodo 的那種感覺，就很像你在這個專業上的用心，就是一直在跳，一直在想新的方法。那這種本能力嘅文化，等於是注入一個我覺得是很新的能量，懂嗎？對啊。那就是我講啊，特別食到客家菜，特別食到安尼客家菜，就看到人家精神。好，看到眼神透出的锐利，我當希望下擺如果本來你乜嘅驚喜，好嘛？等來哦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鄉親朋友，如果想講你最初嘅夢想、最初嘅熱情係乜嘅？那你可以身上看到嘅出嚟講，唔看第細細時節啲面談做面，唔過另一天呢，你轉到來做好食嘅東西，做客家嘅料理、四川嘅料理。不過佢冇唔記得佢自家客家嘅，一家有傳統，然後現代結合，哇，人生自妙自味動微妙哦嗬。是冇。這個是問你嚟哦。好。人生要慢結聽，一家來結聽，現代然後傳統，一家深度嘅平衡感，我知道做咩成擺動快樂啦。冇錯。當然啦，記得同一時間收看你家家有好食。我讓國家來主持。上來聊哦，上來聊哈。好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啊，帶來散紅來客家菜，傳統嘅菜。不過來做加一點來西餐嘅手法下去，希望大家看到呢菜，自家做不卡嘛，直接做。希望大家歡喜，希望你